芈月妹妹，咱们3个人这一夜就这么守着吗？嘘。身为应女，头3日依礼法都得这么在室外守着，反正就这3日，3日之后就由玳瑁、珍珠等贴身侍女打理了，承认不？要不然咱们轮班吧，一个人先靠着板壁打个盹儿，另一个就守着，等到下半夜咱们再换。好啊，那孟昭姐姐和芈月妹妹守前半夜，我守后半夜，如何？不用了，这前半夜都快过去了，景妹妹也没休息多久，就由你和芈月妹妹来守上半夜，下半夜由我来守吧。谁看不出你的心思？应女陪嫁守夜，不过是为了夫君兴致来了，可以随时释放。上半夜大王必是和王后欢好，到了下半夜，谁守夜谁得便宜。我看你就省省吧，咱们打个赌，这一夜我们3个都白守，大王是不会叫任何一个人进去服侍的。那可不一定。你说这话真不知羞耻。你才不知羞耻呢，我只是堂堂正正把话说出来了，可不像有些人明明心里想要，却口不应心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既然你们都想守下半夜，那我来守上半夜，你们先歇歇吧。大王，大王您醒了。王后还在睡觉，别吵醒她。大王可要更衣洗漱，奴婢这就去叫人。不必了。武坚，大王，武坚，大王这是？大王历来是4更起舞，舞功长可这是大王大婚呢。芈月有所不知，大王又不是第一次了，过去也是这样。哇！武坚在，盾牌。没想到大姐有这么好的身手。师父跟着大王师徒多年，每日陪着大王习武，这么多年下来，多少也能有些功底。常年累月陪大王习武，真是不易。一年四季风雨无阻，到了习惯。哎，可你家是夏季，若是到了冬季刮风下雪，4更起来，你们就更难了。这大王都不难，我们做下人的又何止难呢？老奴僭越了，无妨，再来。是。大王，武坚更衣。是。大王的武艺真是炉火纯青，让臣妾大开眼界。大王真是有万夫不当之勇，静如处子，勇如猛虎。小丫头，王后还没醒，你该陪她多睡一会儿。是，大王。姐姐，姐姐，你起来了。妹妹，大王呢？大王去哪儿了？大王4更起床练剑，此刻去洗漱更衣了。哦，那妹妹怎么不叫醒我？大王体贴，说让你多睡一会儿。来到咸阳，嫁入秦宫，按理说我该心满意足，但我心里却更是七上八下的。昨日本想与大王说及无关有人下毒之事，但显然大王不喜后宫有人明争暗斗，只好忍了下来。大王，拜见大王，拜见大王，拜见大王。王后今日端庄秀美。大王，臣妾服侍大王用早膳。不必了，寡人还要去宣示殿处理政务。大婚3日不是免朝吗？寡人只是去处理政务，5时会与你一同用膳，之后要去宗庙祭祖，过一日还要在后宫接受朝贺。永香令过会儿会向你禀示。是。黄歇并没有死。
好吧。也真是的，这么热的天，看着这些毛皮就烦心。后宫这些琐事也是大事，首饰衣料都要公平赏给各宫妃子，多了少了，好了坏了，都可能辜负了大王的美意。我叫你们来，也是让你们给我出出主意，看看如何赏赐才好。是大王和王后的赏赐，凭谁还敢争不成？哼，哪有那么简单啊！每一样东西分到嫔妃们手中都是带着斤两的。后宫女人闲极无聊，颠来颠去，就是在比较这分量。稍有差池，是非无穷。那王后说该怎样？先点点数目吧。素纱5匹，这素纱是由纤细如游丝的蚕丝织成，质地清透，如云如雾。可惜只有5匹，绫纹仅12匹。别看这绫纹不起眼，制作起来却很花功夫的。举纹锦24匹，皱纱16匹。王后，芈八子来了，让他进来。是。哎呀，最近几日，芈八子往王后这儿跑的可真勤呢。拜见王后。免礼。心思，宫中不缺巧手的女人，但论慧心巧思，恐怕只有八子是第一份儿。大监谬赞。记得八子刚入宫的时候，从头到脚那叫个素净。如今衣裳艳丽，人也俏丽了，这可真是人靠衣裳，马靠鞍呐。大监尽拿我取笑。八子，老奴这次前来有一事相求。大监请说。近日前朝事情甚多，大王的心情不好，八子该花费点心思，借祝寿的时候一定要让大王宽心解忧。那是自然。那老奴就告退了。大王看了我的上书，虽然没有多说什么，但总算是点头了。所以，一旦秦国对魏国开战，必会派你上阵。母亲放心，孩儿定不会给父王和母亲丢脸。母亲此举也是无可奈何，华儿的前程都在这军功上了。说起军功，孩儿想起一事。昨日我遇到了王叔公子嗣，见得我好一顿抱怨，说他尽管是先王之弟，可他的田宅车马衣饰，竟比不上朝中一个大夫。而且这样下去，用不到10年，他的子孙便会住无居所，食无所保，流落街头。秦国凭军功，论贵贱次第，显荣都是靠脑袋挣来的。你是后宫之主，是中宫，更应该宽厚仁德，别动不动就罚跪掌嘴，会吓坏人的。尹夫人有所不知，是国美人先动手打人的。是吗？可我怎么看到的，却是国美人被掌嘴，哭哭啼啼的。啊，夫人！啊，夫人！啊，夫人！使劲儿，夫人！使劲儿！夫人，使劲儿啊！夫人，使点劲儿！夫人，使劲儿！好，使劲儿，再使点劲儿！坏了，坏了！使劲儿，夫人！王后这般羞辱我，我还有何颜面在宫中活下去啊？大王要是不替我做主，那我只好死了。宫中的日子就是这个样子，有人一手遮天，有人就不得不忍气吞声。
除了以死相拼，否则就要永远受人欺负。记得先王后还在的时候，有一次唐夫人做错了事情，先王后当着众人面责罚了她。她大约是因为面子过不去，就投环上吊了。结果被她的侍女撞上，救了她的性命。为这事，大王还训斥了先王后。从此以后，这宫里就没人再敢招惹唐夫人了，怕她再死一回。是啊，那次唐夫人运气真好。什么运气好啊？我猜她其实只是做个样子。她大约是预先让她的侍女后头。难不成要我请人帮你，更为妥当？王后，果美人服侍大王10多年了，即便是没有功劳，也是有苦劳的。求王后给她留点颜面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今日我要不罚她，怕她是没有记性。珍珠，是。你给我一下一下的数好了，要打得响亮，打闷了，打轻了都不算数。是。打呀，快打呀！打得太轻，这下不算，再打。王后，火气不必太盛，刚立了夏，还没入伏，火气大了，容易伤身。大王的长姐，尹夫人，想不到这么巧，在这儿会碰到王后。自大王大婚，我这是头一次回宫，就撞上了热闹。大热天儿，你们都跪着干什么呀？快起来吧！尹夫人明鉴，臣妾无罪，不过就是多说了2句，并没有犯什么大错。王后竟然这般羞辱我！王后乃后宫之主，无论是大错小错，罚你总有罚你的道理。对此耿耿于怀，为此准备带着重礼到咸阳拜见寡人。伊曲国年年搅扰我大秦边境，是寡人的心中大患。公孙衍提议借一曲内讧之机，灭掉他们的气焰。看来寡人不得不马上离开郢都，回咸阳一趟。但这秦楚联姻之事，楚王已经答应将嫡公主芈姝许配给寡人，寡人正好回咸阳，在6国结盟之前，准备一份厚厚的聘礼送到郢都来，看那楚王如何收场。王兄，那贾芈姝实在是丑得吓人呐！放心，只要那楚王有胆量嫁，寡人就有胆量娶。大王，外面有人来访，说与楚国公主有关。我去看看。小丫头，怎么找老伯找到这里来了？恕明月眼拙，竟不知那日的救命恩人就是秦国大王。不必多礼，贵人们无恙便好。老伯修过胡子，以真面目示人，果真一点都不显老。啊，这是皇公子黄歇，这是张子张仪。大王，大王，屈子高徒，太子伴读，本王久仰大名。大王客气，虽是初见大王，但秦王之名天下皆知，一代雄杰，黄歇佩服。秦国自商君变法以来，国势日张，诚邀备好，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？张仪一肚子历史谋略，无奈世人
有眼无珠啊！哼，张子若有文章策论，子歇愿为转之。张子，这是皇公子黄歇，太子陪读。这是张子，曾为令尹朝阳的门客。哎不，朝阳不提也罢。朝阳待我如贱奴，我视朝阳已如仇敌，都过去了。可叹这身衣裳逼得张仪走投无路。魁姑正在为张子做一件新衣，你何不耐心多等2日？等？我张仪年庚已过40，一事无成，度日如年。黄公子，那就拜托了。我和月儿正好要去见秦王，若是张子不嫌，可一同前往。对啊，你的锦绣文章也可以让秦王看看。不可，行医看病讲究对症下药，在下的文章是专门写给楚王的，对秦王没有用。不管怎么说，一同去吧。王兄，咸阳送来大良造公孙衍的急信。出什么事了？年初，义渠国那边旧王病故，立了新王翟离。义渠国的王叔